18卡嘅手期呢比較老，然後有嘅你嘅呢，即都定退咗，拖過18樓訂，那是一手期呢最貴，那是要17訂，我咪都見也數到，不奇怪吧？調教嘅人呢，含咗18號，如果係一仔都定做棒啊後嘅，拖波啊嗱，可波含咗出回，一仔呢都定做棒啊，都大隻錢啊，然後啲借我嘅手期，一手期比較老年嘅。但是呢，就件比較笨熱啊，就會攞笨日騎咗嚟啊，嗬，因為味比較在喎啦，你就咗幾多手期，我認呢啲做棒呢，差不多在做比較話啦嘅棒，因為呢公數挺多條嘅，我咪呢人哋係咪嘅棒差不多計到點鐘，做如果自己0時點鐘嘛，隨時8話啦吧，是不咯？好呢啲又部 DT 啦，又部公交車啦，然後呢啲搭車對佢嘅騎手期都係嘥幾入咗時，騎啲嘅呢公數比較貴嗱，嗬，嗱是個條件笨熱啲嘅，然後啲搭車對佢嘅騎手期。對佢嘅手期細佢入咗個啦，然後啲架對佢嘅手期咯，那是啲手期呢比較老嘅經驗呢，比較差或者咩計理嘅呢，可能啲也冇少理啊嗱嗬，因為有老經驗啊，啲冇啊老手期啊，冇咩經驗啦，嗱少嘅保養，然後啲架舊嘢差不多嘅對厝一棟樓呢一個手期咁每套嗱嗬，保養呢啲都保養定佢教啦。為呢啲家對一定退咗嘅咯，你唔好定退對一樓卡的然後啲壓定退一步咯。而且部呢啦，一個係啲托壓個嘢厝呢，壓個12樓然後幾嘅每間嗱卡都卡到滴滴不啦嗬，就是家就注意話等咩我昂嘅不啦嗬，就是出古話啲人咪計對嘢啦，心情冇好不啦嗬，然後呢啲煤啦個煤一路卡幾樓咧，bằng個壓咯。每個啲個咪卡到18樓，然後呢啲拖壓嘅18樓個我就最貴呢，就17樓，然後啲佢哋有啲奇怪啲仔妹你個咩啊？你卡到幾樓咧？我你嘅個18樓，一個人呢18條都嚟佢哋多，佢大個18樓咧最貴是17樓嘅哦，都是冇知加錯手期啦，你嘅啲個就是18樓。然後呢啲幾年嘅約咗個位你會啲當然嗬啲冇少理啦，啲睇鬧會到自己又鬧會都拗個幾卡個幾啱然後為啲冇理咯，為冇理佢就拗一路退出冇做嘢舊一路訂啊嗱嗬，然後呢等下啲出門呢啲家對來人，但是呢咁曲會議起來曲啲嘅你有啲奇怪，明星呢那邊787。好成個表情呢，然後呢又微笑，又咁曲啲冇常識嘅，即係成個要難有理解嘅嗱嗬。一個呢啲家對錯咯，佢每次俾佢解嗱嗬，一個係老婆呢啲去弄車咁噃咧，又會一老婆啲妹啲咯，啲個做咩見話對咗話，一個見話夾板。嘅板對咗話叫老腿只拉嘅咧，你睇到12樓嘅咧，喂，啲個叫老咩叫老腿啊，或者定腿咗你嘅，一部老婆啲個冇把定腿啲話咧，就只定腿咗你，你一樓啲那個咪計就個啥嘢拗呢，咗啲開到已經佢大有定腿都啫，等面啊嗬，呢啲個啥話你係人就是只定腿咗你嘅，冇什麼講到個案啊嗬，一個係啲台一播出個咯，台一播出個定腿自己呃個，一定腿12樓啊。只是個每棟樓人啲辦嘅弊家就只個電台會少啦，我啥嘢拗呢咪計，家出去記呀試啊電台就咩人攞挪呢啦嚇，仲把做只電台咗嚟，不一記嘅呢嘅卡都拗到入邊個佢18樓，佢啲奇怪咗喎咧嗬，你老婆呢啲曲啲嘅，我應該話冇加上成冇咧，冇加上成，呢個是不是哪是哪個頂樓呢咗樣啊嚇，是不是話隻錯啦等咩啊？啲坑樓價咯，個1樓咯。周老腿呢，抬老婆呢，佢個會有邊嘅咪話你架個1樓呢也下擺拿咗掉啲冇字啲褲嘅，會攞一定腿啲又冇多幾攤嘅，呢啲緊老婆架咯就拗呢，啲緊老婆過一件數嗱，我老婆呢啲曲啲嘅，有啲奇怪嘅咧，啲個冇可能性喺度，你睇咩啲可能咁好啲要強超架都12樓，架都一計呢重咗佢教咯，那是嚇人命呢18呢啲8我開嘅，一啲佢一件數，佢啲8話奇怪嘅嗬，呢那是冇乜能比較隻辣嘅人即話一張數期啦，啲人30點人啦，是吧？也解開啦，為咗咁好呢啲攬就開咯，佢就係個主要呢對嘢計咗辦嚟計對嘢，一個對嘢呢一個18呢啲嘅老退咗啦，本來嘅老退咗嚟嗰啲一老婆啲記，你跟佢聊天冇嚟聊件數就為啲記個一頭啲做咩大嘅嘢。
多嘅布就做冇奇怪，佢但係就拉嘅等面啊嗬，喂啲碼頭啲嘅咯，十八個，好像是哦，做咩做個布拉嘅等面啊嗬，喂啲往下往面笑啦吧，如果是不是係咪都到嘅貴型啊，布辦乜騰債啊等面啊嗬，因為佢半意思而咁嘅處為好，冇個啊佢做嚟橋嘅。間人橋界，黑嘅橋光鹽，黑嘅橋半啊！嗬，一個只掉到一個也冇記就冇記啦，可能拉咗大啦，等面啊！嗬，啲冇呢一件數個，然後我認呢，差不多一個手機定推咗好啦，過晒一個人啊！嗬，我亦要對你攞揸棒冇啦，七八點啊，啲攞棒啦，對個即係呢八個點冇啦，可以幫人面佢教到，啲教嗰個每頭貴咯，然後呢一個幫人啲對然後就講呢個，一啲啊等面啊一個都係咪晒一仔啊都定推橋嘅，有個步道都是路嘅，本身就是路嘅啲人都要冇啦，嗬，啲假嘅步機咯，如果可能400幾大橋去啦等面啊，嗬，能幫人個都定推橋嘅，然後呢，那個一個幫人啲經驗過不來過是都是一定推橋嘅，啲呢度啲冇啊，小可最面啲機啊，就嗰度推定即係定推啲對嗰計，然後那是我嘅步嘅半夜掉啲型呢個就河到嚟啦，其實嗰啲奇怪，嚇認咪定推明明話啦，做咩啊？咪就係啲定推住，跟住幫人個是都定推橋呢個咩嘅。絕對是真定推咗嘅，絕對是多咗貴人啊！嗬，當面啊！嗬，一個人呢，你對你就除呢啲咁一路播過一件事嗱，個人不能實際就橋嘅報告，都定推橋嘅吧，係咪試到啲就定推啦？都冇可能橋到一個面，然後呢對完都講破啲聲兩波除啦，呢個那波就嘅星期就拗當面高期個，那你報過之後報到呢期啊當面啦哦，為呢一個人呢，都講破呢個期啊高期啲報咗呢，也冇多到其他面啦。都到貴不好價嘅吧，應該當然嘅吧，但是呢一個貴不上害嘅嗬。故事過了啦，有正式故事歡迎投稿，拜拜。